后来为着要来压制着短期炒房地产，行政议会通过房地合一的所得税法的修正案，也就是来纠长着短期持有房屋的时间。本地是个人持有房屋土地，那伫一年内买卖，就扣税45%，即卖是改做2年，伫2年内买卖者扣税45%。另外，针对法人嘛要加重规定。啊，这个业界有人来提出着警告，讲这个房地合一税收法加出来的买卖成本，恐惊会转互消费者来承担。啊，进前外界正在讨论的囤房税，财政部讲暂时未来实施咯。通知炒房地产，政府继续出招。行政议会通过修法，房地合一税有2.0版，像本来个人法人有房屋土地1年内扣45%的税，改为持有2年内卖厝扣45%的税。若是超过2年，无超过5年内卖厝扣35%的税。安尼做是希望讲会使防止炒房地产，维护居住正义。加税，最后呢会把成本呢让消费者来承担。上总主席罗正亦认为讲，房地合一税修法最后会反映伫厝价，消费者爱加开钱。另外一方面，外界真关心政府伫打炒房地产的措施，囤房税嘛宣布讲暂时无要杀出来啊。如果房地合一税期限要延长的话，如果没有囤房税的配套，你也知道，那大家就会怎么样，把房地合一税的时间把它拉长啊。那你没有囤房税，我就囤房吧。囤房税未来有机会再个讨论，无着急，惊讲去伤着无辜的人。啊，若房地合一税2.0实施了后，伊的效果安怎？值得大家关心。